大家好，我係潘心潮白霞。今日嚟到筍崗地鐵站，身後係多出口，睇翻一個真正地鐵口嘅物業嚇。咁多出口一出嚟呢，就係樓盤啦，而且呢個樓盤嘅地下負一層係同地鐵站廳直連埋一齊嘅，所以真真正正可以做到無風雨接駁地鐵站，無風雨歸家。咁呢一個位置呢，其實7號線20分鐘可以直達皇崗口岸，下一個月新皇崗口岸開通5分鐘過關，24小時都通關嘅。咁呢一個位置呢，仲有條17號地鐵線嚟緊，就喺正前方呢度，後期都係成個站廳連通嘅。預計2028年起好4個站直達羅湖關口，所以可以實現到雙關口、雙地鐵線通勤。呢一帶亦都係非常之多香港街坊生活嘅地方。咁喺地鐵站嘅 A 出口呢，對面呢個位置仲有萬象食家嘅商場。以食嘢為主題一個商場，負1樓仲有盒馬先生嘅超市。咁呢一帶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多香港街坊逢禮拜6日同埋節假日會過嚟撐台腳嘅地方嚇，包括會買啲嘢返香港嗰邊嘅。呢一個位置非常之少新樓樓盤。咁今日呢一個屋苑咧，都算得上係滄海遺珠，最後幾套清貨階段，以細單位為主，3.6到4.5米複式嘅設計。咁而家剩翻啲3.6米單位咧，最後6套有埋精裝修，而且仲有最後一套4.5米嘅細單位做咗雙鎖匙嘅設計，分2層收租都冇問題，自住一層收租一層亦都係 OK 嘅。咁呢個位置咧，其實所有樓盤非常容易出租，租金回報率亦都係好可觀嘅。發展商所有單位都有贈送精裝修，咁我哋公司係會額外送翻家電禮包或者3年管理費。而家入去睇睇個具體嘅情況。中信城開順榮匯大廈40年產權嘅商業地塊，成個樓盤負1層同筍崗地鐵站站廳係連通埋一齊嘅。呢個喺羅湖區非常之少有嘅新樓地塊啦，只得一棟樓31層高，1、2、4樓係商場，3樓位置係返還翻俾政府嘅。5到13層係 office， 其中7到9樓咧係開業咗酒店溫德姆酒店嘅。咁14到16層咧係商辦公寓，4.5米層高，雙水雙電。20樓到30樓咧就係3.6米層高嘅商務公寓。31層咧係屬於回遷層嚟嘅，返還翻俾之前嘅一啲村民。咁成個樓盤咧係今年1月份都交樓啦，現樓嘅狀況，賣嘅產品亦都有2種。首先高區嘅3.6米商務公寓，仲有33平方1房1廳，最後6套；44平方2房1廳，最後1套。呢個係集中喺25到30層之間高區嘅單位啦，帶埋精裝修交付嘅。另外，如果商辦公寓咧，就15樓位置有最後一套36平方嘅單位。呢個單位比較特殊嚇，佢做雙鎖匙嘅設計，因為有4.5米層高，所以2層都係企得直嘅。後期可以租俾2個租客都係 OK 嘅。咁仲有啲200平方大平層嘅4.5米單位，如果係投資咧，後期可以分隔開成為8個細單位出租都係 OK 嘅。有興趣可以單獨再揾阿霞攞資料。管理費係7個9，咁停車位咧只有111個，就冇月租卡啦。按照商場嘅標準嚟收費嘅。咁呢個樓盤咧，而家可以睇嘅示範單位主要就係3.6米嘅33方同埋44平方，我哋而家直接上去望一望。33平方係複式嘅1房1廳單位。咁首先睇翻入門呢度預留咗非常之高嘅一個凹位，係擺洗衣機嘅地方，有2個插蘇去水同埋地漏都預留咗噶啦，所以到時候你想擺洗衣機加乾衣機疊加都係 OK 嘅。再對翻過嚟咧，呢度係廁所嘅空間嚇，廁所其實做得都係乾濕分離嘅，咁撞廁、洗手池呢啲全部裝好齊晒啦，鏡櫃做咗有2線夠細用啦，咁佢冇窗。不過有裝抽氣扇嚇，毛巾架啊、紙巾架呢啲都有幫大家做好齊晒嘅。呢度係屬於個旗杆嘅位置，咁都寬鬆嘅一個比較長方形嘅空間嚇。呢個門咧就往入邊開，入邊花灑呢啲都有做好齊晒噶啦。個門咧都係比較白色一體化嘅。廚房咧就係一字形嘅空間比較大，下邊咧上櫃、地櫃同埋上櫃都有做好齊晒嘅。電器有抽油煙機同埋電磁爐2個配晒俾大家，星盤都唔細嘅，包括呢個門後邊咧仲有啲凹位，可是對講機面板嚇，呢啲入邊都係可以擺嘢嘅空間嚟嘅。咁門鎖咧都大氣嚇，智能密碼門鎖嚟㗎。OK。
鞋櫃嘅空間再入翻嚟少少嚇，喺側邊呢一側嘅位置，咁佢上邊有啲窿窿板啦，同埋啲比較大塊可以擺嘢嘅地方。下邊咧亦都係有3線呢種可以斜住放鞋嘅位置，所以話其實如果話2個人住咧，其實都係夠嘅嚇。佢全部裝好齊晒，而且呢個款式咧都係一體化嘅設計。雪櫃喺對面呢度，呢個雪櫃預留咧就係比較窄少少嘅，即係可以擺個單門嘅3層高嘅雪櫃啦嚇，比較高，瘦長。再對翻過嚟咧，呢度係樓梯底下邊嘅位置嚇，佢呢一塊咧其實係有個儲物空間嘅，打開入邊可以擠好多嘢。都冇問題嚇，3個大嘅格櫃，而且咧佢呢個位咧其實好巧妙咁預留咗一啲插蘇位置，如果有需要擺電視機咧，可以掛喺呢個位。不過擺咗電視機之後，呢啲櫃板就唔係咁好打開啦，所以到時候睇下點利用。呢度係屬於1樓嘅廳。高度有3.6米嘅，咁包埋冷氣啊、吸頂燈都做，牆身就係白油啦。呢個位置咧，佢嘅闊度係2.35米，唔係好闊嚇。不過如果話你呢邊擺個3人位嘅梳化，甚至乎梳化床冇問題嘅。採光咧就係成塊落地玻璃窗，呢扇窗可以打開嘅，上邊仲有啲遮陽板啊。呢個係向住西向，對面咧係個珠寶大廈嘅寫字樓，咁都樓間佢 OK 嚇。不過景觀咧就要斜住咁睇翻出去。有啲城市 view 嗱，呢個咧就只得呢個朝向，樓層咧就都係20幾30樓之間嘅，係比較好嘅樓層。呢度咧係屬於樓梯底嘅位置，上去咧就係上邊閣樓嘅空間啦。樓梯咧做得都比較新淨厚實啊，呢啲玻璃扶手咧都有包邊嘅，比較高嘅。上邊閣樓嘅空間就1.2米嘅，咁我哋咧係四四方方嘅空間。交樓嘅標準咧，衣櫃都有啦，掛衫嘅地方、拖桶同埋呢比較大格嘅儲物櫃。側邊呢度仲有一部分嚇，相當細節啊！而且佢呢個位咧唔係齋玻璃嘅喎，佢係做咗一部分嘅牆身再加玻璃嘅，所以比較實用，亦都比較舒適嘅嗰種感覺。入邊咧，你到時候可以擺張1.8米嘅床墊冇問題嘅，呢個空間都比較大嚇。44平方單位可以做到2房，所以複式嘅設計咧使用率係比較高嘅。門嘅後邊咧就有鞋櫃位置啦，發展商都有做好俾我哋嘅。同33方相似嚇，咁呢個儲物空間都比較足，入邊係乾濕分離嘅洗手間，空間好大啊！你睇坐廁區都好闊落嘅，好鬆嚇。呢邊咧係洗手池加埋鏡櫃嘅區域，咁側邊仲有個旗杆位，都寬鬆喎，而且佢呢個門咧係用呢種折疊形式嘅啊，所以話佢會更加之長啲呢個位。OK， 咁再睇翻對面嘅廚房。廚房嘅空間咧就2個一字形嘅排布啦，成個 L 型嘅格局。洗手池同埋煮食爐會分開嘅，都係用電嚟煮食啦。咁呢個嘅闊度咧會更鬆啲嚇，對比一字形個廚房空間。佢呢度咧係屬於上閣樓嘅一個樓梯，下邊咧就可以擺洗衣機同埋擺埋張餐台嘅。咁如果將洗衣機擺喺呢個位置咧，滾筒洗衣機冇問題，上邊仲可以擺埋洗衣液。隔離呢個位置咧，佢係設計咗一個可以收納餐台嘅位，我哋一齊望一望下。咁佢呢個按壓形式嘅，入邊嘅餐台咧可以直接收埋入去。咁如果話攞出嚟咧，就可以擺喺呢個位嚟開餐啦。不過呢個闊度咧大概1.8米左右，所以咧就做唔到好鬆嘅一個飯廳或者客廳嘅區域嚇。佢呢一塊樓底嘅高度咧有3.6米嘅，所以呢個廳咧都算舒服嚇。咁嗰個位置咧，其實就係一個凹位，你可以擺啲梳化區，呢邊仲可以做到一排梳化區都得嚇。咁1樓咧就係呢個情況啦。如果擺洗衣機嘅話咧，即係作用不是太大嚇，因為我覺得空間唔係好夠。呢邊有預留一個3層高嘅雪櫃位置嘅。咁上邊仲有啲儲物嘅空間都有幫大家做好。1樓嘅房間咧唔係好大，不過真係44方可以1樓有間房係比較舒服嘅。咁可以擺個1.5米嘅1.2米嘅床褥啦。如果1.5米咧，可能就冇床頭書台嘅地方噶啦。因為佢側邊呢度咧，其實仲有少少嘅窗台，所以其實如果係擺1.2米床嘅話咧，都唔會係好逼嘅嗰種。衣櫃咧就嵌入式嘅，可以設計2扇喺呢個位置。咁佢1樓呢間房嘅話咧，佢係直接3.6米做到通頂嘅，所以呢間房雖然唔係好大，但係唔會壓迫嘅嚇。如果真係唔想爬閣樓，可以瞓1樓呢個位置。
咁亦都係樓梯上去上邊嘅空間。交樓標準以頭先嘅為主下，呢啲牆身到時候都係白牆交付嘅。上邊嘅閣樓空間咧大翻好多啊！嗱，俾大家望一望。而家呢度係擺咗張米半嘅床墊，咁兩側其實仲有好鬆嘅位，入邊掛衫嘅地方可以做衣櫃。其實佢仲有隱藏空間咧喺入邊嘅，就係呢一個位置，可以將個熱水器擠喺入邊都得嚇。仲有比較深嘅空間，我就唔爬上去睇啦。OK， 遊湖大堂設置喺2樓，呢度係商務公寓大堂，有獨立嘅門禁系統嚇，一定係要業主嘅話咧就識別啊或者密碼。如果係訪客咧，就喺前台呢邊去做翻個登記。呢度有個24小時有人值守嘅前台。咁我哋隔離咧就係屬於辦公大堂啦。office 啊、酒店啊，包括商辦公寓都係由呢一個大堂上去嘅。嗱，咁佢呢個位置，我哋側邊咧仲有2側嘅扶手 lift 上落，前邊落去咧就係筍崗地鐵站嘅多出口啦。外圍係仲有一大塊嘅空間做咗啲花園嘅，咁可以俾業主休息休閒。對面呢個就係萬象食家啦，即係2個產品嘅電梯啊，都可以落到負1樓，直接去翻地鐵站站廳嘅。而家入去帶大家體驗一下嚇。呢度係辦公大堂嘅2樓嘅前台位置，都有比較多嘅休息區。咁我哋有3部 lift 可以落去嘅，我哋搭翻其中一部。商辦呢棟嘅 lift 咧，佢都係有要碌卡先正可以嘅嚇。其中負1樓咧就係地鐵站啦，我哋到咗 OK。咁我哋出去跟住下嘅鏡頭睇睇。其實後期呢度咧仲有啲商鋪嘅。暫時仲未開嚇，因為佢呢個樓咧都係1月份先正入伙嘅，所以後期下邊咧亦都會有啲食鋪之類嘅。咁行翻過嚟咧，見到有扶手 lift 上落，呢度亦都有個標誌嚇，去翻地鐵站嘅7號線筍崗站。咁我哋而家搭電梯落去，咁直接行翻出嚟咧，呢個位就可以見到，其實呢部分已經係屬於地鐵站嘅站廳啦。而家係7號線，咁2028年17號線起好，亦都係喺呢個站廳可以換乘嘅。入邊就係搭地鐵嘅區域啦。好好型嘅，因為隔離呢度有個 7-Eleven， 就係呢個出口行翻過去。地鐵站嘅 A 出口出嚟咧，就係萬象食家啦。一出嚟咧就係屬於萬象食家商場嘅負2樓，咁可以見到個好顯眼嘅盒馬鮮生超市。好啦，頭先咧就帶大家體驗咗由屋企負1樓行到地鐵站廳，再無縫接駁翻萬象食家嘅商場，成個過程咧真係十分之方便啊！唔怪得咁多香港街坊中意逛萬象食家，我都中意啊！食嘅嘢真係特別多，頭先所到之處香味陣陣，陣間要揾地方醫下肚啦。咁亦都有個特殊情況，先同大家講翻先。4.5米36平方單位咧，係之前供底俾某個公司嘅，而家係按照2手嘅交易流程嚟做啦，需要 full pay 嚇。咁我哋只需要承擔契稅就可以，冇其他額外費用噶啦。咁呢個位置咧，其實就係交通方便。而家有嘅7號線20分鐘到皇崗口岸，17號地鐵線28年開通，4個站12分鐘可以翻到羅湖關口，雙關口雙地鐵線，完全實現到深圳居住、香港翻工嘅。咁仲有咧就係周邊嘅配套非常之旺。除咗萬象食家，其實筍崗呢一帶咧都係好多美食，包括仲有啲玩具、文具批發城啊等等嘅。咁其實呢度咧收租係好容易，租金回報率亦都係相當可觀嘅。一房單位參考租金4500、4800，兩房單位參考租金6500起步。如果係雙鎖匙嗰套，預計係可以直接一層租3500起係冇問題嘅嚇。所以如果有興趣嘅朋友要嗱嗱聲，最後幾套單位嚇，手快有手慢冇啦，視頻掃一掃碼就可以加到阿校 WhatsApp WeChat。我哋公司睇樓咧係免費各大關口接送，唔會收大家佣金或者團購費，成交之後就會額外回贈翻家電禮包或者係3年嘅管理費啦。咁今集視頻差唔多，覺得唔錯記得俾 like 啊！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